大家好，我係嚟自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嘅參賽隊伍，我係潘博儀，我係陳奕恒。今日我哋介紹嘅作品係 LEGO 分類器。喺我哋嘅製作唔同嘅發明品時候，往往都會出現好難揾到唔同 LEGO 零件，又或者用完會出現好多唔同 LEGO 件，需要用到好多時間進行分類，非常浪費時間。所以我哋決定整一個 LEGO 分類系統。我哋系統分咗兩大方向，第一個就係分類系統，第二個就係自動白紙櫃。喺分類系統方面，我哋運用咗人工智能鏡頭、摩打及舵機等零件組合。使用流程好簡單，因為我哋事先已經教導咗人工智能鏡頭分類唔同類型嘅 LEGO， 所以當鏡頭辨認到 LEGO 後，就會將佢傳送到相應嘅位置，將同類 LEGO 分類到相同位置。咁我哋而家示範下 LEGO 分類器係點運作㗎啦。首先，分類系統，我哋只需要將需要分類嘅 LEGO 擺喺呢個變色盤上面，然後我哋撳 Micro Bit 嘅 A 掣，佢就會識自動分類。我哋再試多一個。我哋而家試埋綠色嗰個 LEGO。